請大家想象一下，你傾盡多年工作的退休金開了一家小店，卻在開業後的第二天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危機，或者在心愛的孩子出生，正要建立幸福家庭的瞬間，突然降臨了嚴峻的考驗。那時你會有怎麼樣的心情呢？當東方博士們獻上寶貴的禮物，順從上帝的引導，從另一條路回去後，迎接耶穌一家人的不是華麗的宴席，而是半夜緊急的逃亡。作為世界之光降臨的耶穌，出生後迎接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冒着生命危險的逃難，這難道不令人感到反差嗎？博士們拒絕了希律的要求離開後，主的天使向約瑟顯現說：起來，帶着小孩子同他母親逃往埃及，住在那裡，因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，要除滅他。馬太福音2章13節。博士們的順從，對約瑟一家來說，變成了必須立刻驚醒並收拾行囊的緊急任務。這裡的逃往一詞在希臘語中是 flee， 這不僅是簡單的逃跑，而是一個強有力的命令。現在立刻斷絕與危險之地的聯繫，前往安全之地。這不是指明天早上再準備吧，而是指就在此刻，果斷地背對世界的威脅與妥協。對今天的我們來說，這個 flee 意味着什麼呢？它是指立刻斷絕那些慢慢吞噬我們的壞習慣，因無止境的比較而痛苦的心，以及與世界適度妥協的誘惑。有時，那個決定可能像半夜獨自收拾行囊一樣孤獨而疲憊。但請記住，那晚的移動絕非失敗或逃跑，而是上帝為了守護生命的戰略性撤退。為什麼全能的上帝不立刻擊敗希律，而是讓聖嬰耶穌避難呢？聖經這樣說：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。15節。這讓我們想起以色列百姓從埃及的奴役中獲得拯救的出埃及事件。耶穌現在正親自走過與我們一樣的苦難、恐懼和難民之路，開啟一條新的出埃及之路。他是為了將我們從死亡的權勢中拯救出來，而降卑到最低處的救主。各位，現在你的生活是否感覺像漆黑的夜晚？世界可能會像希律一樣逼迫你，但是耶穌已經先走過了那條黑夜之路。請不要埋怨為什麼順從之後緊接着就是黑夜。那個夜晚，正是上帝將你抱在懷裡，轉移到更安全地方的時間。請像博士們一樣拒絕世俗之路，選擇耶穌的另一條路。雖然那條路可能疲憊孤獨，但在路的盡頭必有復活的生命與榮耀在等待。我奉耶穌的名祝福大家，都能信靠並順從主那句現在立刻離開的聲音。